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24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寒流是变强，搁愈寒。19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咱来看温度。今仔日透早上低温伫桃园甲苗栗，干那4.3度。因为寒流变强，有19个县市是发布低温特报，低温是无到10度。其中台南以北12个县市可能6度以下。日是北部、东部的高温，干那15度到17度，其他的所在高温是18度到22度。中南部早暗的温差是较大。另外，即届寒流水汽较少，各地拢是好天。后礼拜日寒流会变少，日时的温度嘛渐渐回升。所以来，咱来关心小三通，即马是以过年专案的方式先开放。金门甲马祖的民众，阁有中国的配偶，会使透过小三通转来台湾。毋过，这煞是无包含伫中国的台商，互台商真不满，今仔日特别游行抗议。毋过，因为即马中国的疫情当严重，陆委会是希望民众会当发挥良心，毋通害金门马祖增加染病的风险。受疫情冲击，小三通停驶晚3年，政院决定伫明年1月初7分阶段中启，和金门马祖乡亲甲陆配用专案申请。政治委陈清波昨年中批评小三通趁这专案做半途，互人无法度接受，应该恢复到疫情进前全面开放小三通边境。以人别来区分交通的航线，这是落后的。我认为这个政策是违背民意。不符合实际的需求，也没有办法解决苏贞昌院长所说让国人团聚。难道国人真的只有我们金门马祖的人民吗？民间发起的海外小三通大游行，要第2时举行，有计先到立法院均贤楼门口进行抗议，随后搁到政院递交陈情书。前总统马英九也发声，认为小三通应该赶紧全面复航。我觉得应该更干脆一点啦，尽快复航嘛，全面复航。对，因为对于很多台胞来讲啊，台商来讲，真的是很不方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表示，希望民进党当局以动保福祉为念，彻底取消自身单方面设定的障碍，透过现有联系通路恢复小三通正常通航。对无开放台商中转，台商强调两岸直航机票起到平常的3至4倍，无法度负担。如果7家代券，一家4口人，回趟家台币就要几10万。所以情何以堪？不是每一个人都负担起，所以只要盼望着说，这次重启小三通能扩及岛内的同胞。政府推出本专案，系经过综合评估各项因素，针对部分人士不明事实的本质、不负责任的曲解及恶意批评政府的政策，挑拨民意。陆委会表示十分痛心及遗憾。陆委会表示，请发挥道德良心，唔通增加金马疫病风险，更加莫提悬台湾疫病威胁。政府会继续打拼，迅速渐进恢复小三通客运甲其他海空运直航等，请咱国民众体谅。目前上重要就是将小三通趁这专案落实，作为后续扩大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进前9月24是开放注第4档 BA.1 新配方的疫苗。然后准时去注，今仔日正是满3个月，会使注第5档的莫德纳 BA.4.5 疫苗。民众上机今仔日会当过去注。主要是在10月7号的时候，那我们的 ACIP 委员会有做成一个决议，就是说在这个BA.1次世代疫苗的将近180万的人接种完成了 BA.1的次世代疫苗。那都可以在他们接种后满3个月再考虑，可以再接种下一季的追加剂 BA.1次世代疫苗。钟林雄表示，若准注过 BA.4.5 的疫苗，就免搁注疫苗，除非搁有新的变种。不过最近国内疫情搁压悬，涨到加买2万例，这也是本土病例连续2日增加超过2成。有台湾人长期住伫国外。办理停止纳健保费，有当地仔转来台湾看亲人，无用健保，却是互要求爱纳进前无纳的健保费。民众认为讲这是违反宪法，声称失宪。宪法法庭认为健保停保甲恢复保的相关规定无法律的明确授权，判定违反宪法，上满2年内就会失效。卫福部表示会赶紧来修法。
大病小病病院看医生拢有健保通用，但是若是长期拢住伫国外，干那一段时间转来台湾，敢爱纳健保费？有的民众本来拢住伫国外，干那过年的时阵会转来台湾看亲人，虽然无看医生，后壁共款红讨健保费，伊提起行政诉讼，伫败诉了后，阁申请税宪。宪法法庭是认定相关条文违反法律的保留原则，而且破决违宪。它为什么需要法律来定的原因主要2个，第一个它涉及到人民的这个健康自主风险管理的权利，也涉及到财产权啊。另外，它这个涉及到这个全民健保制度的财务公平，以及健保制度的这个健全，这都是属于重要的事项。按照全民健保法的施行细则第37条和39条的规定，简单讲，出国超过6个月，伫转来迄天都要恢复保险。所以后壁佫出国嘛，要纳3个月保险费，才会当佫停保。宪法法庭认为讲，这无侵害宪法保障的财产权、平等权这权利，但是健保的停保互保，牵涉到重大的公共利益，相关的施行细则是欠法律明确的授权，应该用法律也是法律明确授权的命令做依据，包括相关条文2年后失效。我们会积极的去做检讨，看有没有办法让它更完备。你如果这个消失的话，很显然你当时要定的那个利益也会不见嘛。如果认为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就移到母法啊，大家有共识。对相关条文违宪，卫福部强调已经开始修法，打算把停保互保的规定直接收入去全民健保法。针对破决的结果，健保署是表示讲会依法来行政。对即马开始的2年内，56万个伫海外的台湾人，同款爱依照即马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即马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最近移工入境的确诊病例较少，而且台湾也真欠家属的移工。劳动部昨是宣布讲，自明年开始，入境的家属移工会使伫雇主引导进行1人1宿，有独立入境额自主防疫。大日只要快筛阴性，就会使做工课。接落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台电昨搁再上新这个大南部发电厂电气机组更新改建的计划，要帮助南部用电更愈稳定。虽无有环团是质疑讲这开发的必要性，不过这案犹原顺利通过环评专案小组的初审。落尾咱来看《联合报》，台南发生这个88枪击案，看出乌金的乱象。市府警发局的前局长陈凯玲获羁押禁戒，而且局长的选举也闹甲乱糟糟。立委陈定辉昨是化工求总统、副总统来救台南。台南议长的选举风波是真多，甚至传出有议员去互恐吓，为着要争取到议长这个位，民进党议会党团也下令讲，若无照党内的指示来投票，会严格处分。也因为最近台南的政治乱象真多，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辉鹏伊也发文批评讲，这是众人长期吞论的结果，市府得赶紧检讨。乌是厢仔车停伫路边，无久就看到台南市议员彭一峰上车。伫暗头彭一峰互人骗上车，并且互恐吓。议长选举只有2个选择，莫参加，无就投家己。某市议员于当日下午遭不详男子恐吓，地检署立即分案，由检肃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及检察官成立专案小组。检警已经介入调查，外团当时伫车顶的民进党籍台南区议会理事长林书杰是咧面册宣布退党，静态司法调查。台南议长选举风波不断，为了摕下议长的宝座，民进党议会党团23中昼加急动员，讨论选举的流程，就惊有人走票。非一致性投票的话，那主委他有说，他就立即召开中评会，以最严厉的党纪来处分。大家换口号展现团结气势，不过8期乌金介入议长选举的正国会派议员，但邱平这6位议员拢无参加会后记者会，对着媒体询问党团是毋是有共识，但邱平无回应就离开。另外，台南市离里别墅检察局长陈凯玲涉嫌贪污，进前要88枪枪击案，落实案件到议长选举的纷争。由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鹏伫面册表示，议会不应该假做假债金，也是假信用所以为。台南的问题，它有它长期结构性的这些因素哦。那现在是我们一起来面对现在这个市政的各种惩恶。我们当然是要把市政做好，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可以想到，卢渣案并不在我任内，这个枪击案，治安机关已经严肃侦办。
一地方执期是乌金，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钦早起宣布退党，并且呼吁相关被点名的无党籍议长候选人郭信良提出议长的选举，却是被放在一边。由台南甲高雄是民进党上可能摕下议长宝座的县市，党中央立会派出中评会主委赖瑞良加中评委关佩玲到场监票，确保党内同志最高一致性的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最近是改建三军的旧营区。总统蔡英文昨是主持陆军八军团四山炮指部的中升楼启用典礼。总统表示，改善旧营区对咱的战力提升有帮助，而且面对中国的威胁，后礼拜也要召开国安会议，这兵延长的议题可能会有这结果。民进党的立委是呼吁讲，这这兵上好是恢复做一年。圣诞节进前，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带官兵入新厝，23主持陆军八军团四山炮指部中城楼的启用典礼。营区即马毋是大通铺，拢总改套房，互官兵较舒适。国军最近是推动刑案专案，改建三军62个旧营区。蔡总统致辞的时阵讲，这对提升国军的战力有帮助。好的生活环境加上扎实的训练，可以让我们国军弟兄姐妹们展现更强的战力。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国国军保家卫国的决心。不过，台海的情势真紧张，蔡总统后礼拜会开国安会议，兵役延长一年的代志有可能确定。立委刘世芳提出最近几份民调，表示讲兵役延长是得到60%到80%的支持度，但是训练内容含台有拢的调整，像咱义务役二兵一个月薪水6500，敢若难含的一半。除了入伍在营服役之外，退伍之后的召集。也是我们服兵役当中的一环。以后假设18岁到32岁自愿役的目标人口大概只有221万人，是现在的一半，所以这样子是比较难去支撑一个全自愿役的部队。苏金云讲，透过兵役改革，帮助役人完成心理的调整、体能的强化，对战斗武器嘛较熟。民团嘛填一期是恢复一年，针对强军攻台主战部队，东部南部战区大约780万的兵力，国军会当用的战力是24万。目前的训练恐惊是无符合。负责第一线海岸守备的则是这个新训任务的后备部队那这也是我们这个兵力上面的一个可能必须要在更精进的部分。那也立委认为，国安会议袂当干那讨论一期，包括伫安排的网军制、欠电、起物价、贫富差等等，蔡总统拢爱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昨是初审通过道路交通管理的处罚条例修正草案，民众又搁会当检举人行道、斑马线、临时停车等等的违规项目，上紧明年的顶半年就会开始实施。机车后背停伫人行道另外一边路口的斑马线是互汽车占着，行人行路的空间受到压缩。民众看到敢会当自行检举，即马佫出现转变。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日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修正草案，通过增加民众检举违规项目。未来伫人行道行人穿越道临停也是违停，民众检举拢会当开罚。消息指出，行人甲驾驶人看法无同。我是认为说，如果是你刚刚所讲的行人的部分是可以的，保护行人的话是可以，部分可以，我是 OK， 我是赞成。陆地面积本来就那么小，那车辆无限制的开放那么多，然后你在今天政府没有考虑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后只是一昧的去开罚，我觉得这个对用路人是相当不公平的事情。去年底立法院才修法，为了避免检举的人高频率检举违反比例原则，也造成警察单位真歹消化。为限缩民众会当检举交通违规项目，用正面表列46项，今年4月30起实施。不过即马无到8个月，佫赶紧增加检举项目，也包括桥梁、崩坑、圆环、障碍物对面、加快车道。经过检举，临停会当罚300至600，违停600至1000字。交通部讲是为了维护行人通行的权益。人行道跟行人穿行道基本上是供人行通行的环境，那如果被占用、被违规临时停车或者是违规停车占用的部分的话，那行人就没法通行，那行人可能就是必须走到车道上面的人，那反而是更危险的。国际媒体 CNN 顶礼拜报道，台湾交通像行人地价，恐惊冲击台湾观光。修法敢是为要回应外界批评，也唔知影。确定的是，草案初审通过了后，也会经过调协协商加2、3读庭书，上紧明年上半年就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际欧洲禽流感的疫情，转来看台湾也有疫情。中华伫一礼拜内就5间养殖场传出 H5N1 的疫情，即马已经灭掉3万外只的鸡鸭鹅。防疫局和地方政府拢呼吁业者就要警觉，唔通让这疫情继续传。防疫人员来到饲鸡场展开扑杀，而且将病鸡采验送检。中华关动物防疫所16号开始陆续接到通报，有家禽无正常死亡的情形，包括3位的土鸡场、1间鸭场、甲1间鹅场，范围是包括德长乡、埔心乡、甲二林镇。经过检验，确定是感染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22号完成全面的扑杀甲消毒工作。彰化县动物防疫所这2天总共扑杀了5场，高病原禽流感。那总共土鸡有3场，合计扑杀28911只，肉鸭839只，肉鹅2015只。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今年禽流感总共有39场，其中以中华14场、云林13场较侪。防检局强调，今年全球禽流感以 H5N1 亚型为大宗。统计10月到12月21号为止，总共有3750场禽流感通报，其中95.8%拢是属于 H5N1，国内爱提高警觉。现在西伯利亚比较冷的，那它可能没有食物，它就会往南飞嘛。国际专家认为，就是说这个主要是透过后野鸟跨境的传播所造成的。H5N1 是现在国际主要流行的一个亚型。中华关动防所建议饲主，禽场应该做好保温甲通风，禽舍消毒的频率会使提高到每礼拜至少2届。家禽若是饮食无正常、产蛋率下降的情形，拢应该马上通报，违者会使开罚15万块。防检局是表示，会加强全国湿地甲禽流感热区的监测强度，谨慎来面对这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1月份，立法院初审通过食物遗书法的草案，不过有遗书团体表示，遗书这个词袂使黑白使用，所以就有立委来召开公听会，邀请遗书的代表甲行政部门出席，希望会当找到共识。治疗病人的是医师，治疗动物的是兽医师，那治疗食物的人类。立法院今年11月通过食物医师法草案的初审，不过几个医师团体是跳出来讲，医师这个名词袂使黑白使用，建议用食物诊疗师，也是食物治疗师。农委会也说，这个植物医师的名称，它的治疗标的是植物，重点不是在医师，那所以植物呢是名称。治疗植物，那有人会不会把它误解，或者甚至曲解，植物变成动词，以植物治病的意思？医师团体表示，民众若安尼误会，会去影响到健康。不过，民众敢真正会误会？有人说跟你说他是植物医师的话，你觉得他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就是比方说帮植物或者是树检查，看哪里有问题之类的吧。就是治疗树的哦。可能是有关于一些植物上面细菌的问题吧。不过，医师团体表示，医师法有明定医师的资格甲责任，若是叫食物医师会有违法的问题。农委会防检局对此回应，食物医师法草案第6条明定，食物医师的简称是食医师，甲医师无同，而且为2019年推测食物医师以来，拢无听讲有人补唔对。人医没有办法做，兽医也没有办法做的，叫做植物健康。植物医疗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因为它有水、有环境、有土壤，还有植物本身的多样性。农委会表示，会继续甲医师工会沟通，希望医界会当认同甲支持。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列出拜登政府年度的外交成果，特别讲到有含日本等国家维护台海和平。不过，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昨夜和布林肯通电话，呛讲美国袂使哪讲合作，又搁哪伤害中国。美国中国维持战略竞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清点拜登政府年度4大外交成果，包含团结世界、确保俄国入侵乌克兰失败，为粮食安全、气候能源这全球挑战寻求解决，也佮加速美国甲盟友的对中战略一致。尤其布林肯特别点名，甲澳洲、日本、韩国斗阵维护台海和平稳定。We deepen the alliance's coordination with Australia,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New Zealand, and our other Pacific allies. We're united in our commitment to preserv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3甲布林肯通话，王毅讲美方袂硬用7管枪方式挑战中方红线，袂硬哪讲合作，哪对后壁插刀。布林肯回应，美国愿意甲中国参详两国关系指导原则，不过美国就西藏人权问题制裁2名中国官员。中国对着美国反击幕僚吴茂春甲托德斯坦恩采取反制制裁做法。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横加干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必将受到中方坚决反制。另外，日本16通过新安保战略，甲中国定位成最上大的战略挑战，引起中国不满。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对着琉球群岛进行军演，出动辽宁号航母打击群，也到日上升055大型飞弹驱逐舰，演练打击琉球群岛飞弹发射基地，甲军机暗时期间训练。学者分析，中共释放政治军事信号，恐惊予中日关系来恶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开出耶诞节上大奖的大颗彩券，今年的彩金累积820亿个台票，头奖大约是1300万的台票，是一位4级的富人人伊得奖，伊是真欢喜，讲毋免得为囡仔的大学的学费来走账咯。感谢在世的照顾，这阵幸运儿也向宾欢喜喝彩。20支西班牙各地出现真侪跟同款快乐的人，尤其最近西班牙甲其他欧洲国家同款面临通膨危机，什么拢起都是薪水无起。这时阵佫需要天顶拿来好啲的物。已经发行210年，大胖子乐透上大特色就是尽量让人有奖，快乐斗阵分享。头奖金额固定是40万欧元，相当新台票1300万，扣完税了后，要差不多1060万的新台票。今年总彩金25.2亿欧元，相当新台票811亿，比去年14.1亿欧元关出一丝啊。这摆也依照传统，伫马德里皇家剧院透过开奖节目，伫亚战节进前开出，今年号码是05490。每年开奖进前几个月，就亲戚好朋友开始集资，每注20欧元，合新台票差不多650块。另外也开出小额彩号，彩金上少100欧元，相当新台票3260块。根据统计，西班牙人平均开66到69欧元买彩券，差不多是2200块左右。大胖子乐透上早伫1812年发行，迄时阵西班牙伫拿破仑战争期间，互法国占领，用彩券募集战争的基金。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气象资料，吉人到新竹是7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是6度到19度。嘉义到屏东是6度到20度，宜兰花莲台东是8度到19度，平阳金门马祖是7度到16度。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再会。